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1年4月初7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18篇第1节到第2节，14节到24节。雅歌书第3章第1节到11节。马可福音16章第1节到第8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真心第一。真心实意，也是讲亲像今日的主题，真心第一。伫4月初2，台湾花莲发生第6的火车事故。咱暂时无论即个人为的疏失啦吼，但是伫事后有济的电视的遮的名嘴吼，政客，也是讲咱看见济国家的政府拢来表达慰问的意思，并且也有讲要提出援助啦吼。出伫即个国际的礼仪，当然咱袂当怀疑因的动机，但是有一个国家却是喙讲第一，但是却是逐工拢派军机来射即个台湾的南部，甚至射到伫东部吼。这真心也是假意，其实就毋免搁辩啦吼。国内也有济的政客，是讲遮的名嘴吼，趁着全民的救灾即个当时伫遐吼来大发表意见啦。因有的人吼咧讲着吼，即个打击即个发国难财啦，还是讲要要求官员落台负责啦。伫即个真要紧的时间，应该要用救灾最重要的时，好若亲像条故意伫遮来扰乱救灾团队的步调。但是另外伫即时阵也看到真侪人点来捐钱支持来赈灾。上互牧师感觉真感动的是高雄伫几年前即个天然气爆炸的受难者，因为伊有严重的烧伤吼，伊也必须爱来剁断伊的骹，但是伊呢，即次伊徛出来，伊为着即个灾难来捐献。伊表示，伫过去高雄气爆的时阵，市政府也受到抹黑，伊家己亲身来经历着讲救灾人员啦、政府官员甚至咱咧讲的医疗人员的努力。伊为着要表达对政府的甲即个救灾人员的肯定甲支持，也一方面也要对这受难的人甲家属表达伊的同理心。伊决定用行动来支持。咱看见伫圣经的记载，耶稣基督受难受定了后，遮的使徒军队者拢总走到无看人。伫礼拜即个时，咱有讲到有2位学生咧前往以马忤的即个路程的中间，就是一个礼啦吼，因为因要走去味嘛吼。就算是这使徒嘛，亲像伫即个约翰福音21章记载共款，因自集做伙，但是却是将迄个门锁起来。圣经甲咱讲，因真惊犹太人来找因麻烦吼。亲像彼得照耶稣基督的预言。伊伫假提进前呢，为着保全家己的性命，3摆来否认耶稣基督。伊真正惊伊的性命出代志啦吼，所以因无法度真心的伫意伫埋葬伫坟墓中间的耶稣到底安怎？
还是到底会安怎？这个时阵对人来讲，好啦，保命比任何个代志搁较重要。但是却另外有一群负责人，因一直记伫迄个真老草受埋葬的耶稣，所以当第三日天曝光的时阵，因就真紧急走去坟墓。伫路中因甲咧想讲吼，即个坟墓的即个石链吼，遮尔重吼，毋知啥物人会当替阮来滚开安尼吼。虽然因共款嘛毋知耶稣基督伫进前的这受难的有言，但是因却心内记得耶稣基督的身世。因真着急，伫会通出外时，就马上来紧紧去到伫即个坟墓，所以因会通第一个看到耶稣基督的国活，是因为因是真心伫意的，真心实意的。除了受难日当日，因转去厝里真心来准备物件以外，伫因的心底真正是记得耶稣的埋葬是无够好势，所以因伫意要来做这项代志。安尼伫意其实无需要言语，因用真正的行动来表达。咱亲像咱拄则讲迄两位前往以马忤的门徒共款，当因去想着讲，甲因做伙的是耶稣，是因的老师以后，又毋甲咱讲，因就即时行动。虽然会惊吓，但是因真心伫意，因的老师已经过活了。怎样的人是真心的伫意的？圣经甲咱讲，认命思想上帝的话，明日三思上帝的话人，安尼的人就是真心伫意上帝。亲像迄三位伫清早时去到伫坟墓的负责人共款，相信伫对受难了后，到因要去坟墓这几工。因的心内一定一直咧思考伫坟墓中间的耶稣。有一个广告词安尼讲心动啦吼，不如行动啦吼。真心就爱付出行动。牧师足无爱听人讲吼，无问题吼，一切包伫我身躯顶吼。事实上吼，一事无成啦吼。咱不但爱明日三思上帝的话，搁开始爱及时来付出行动。咱搁倒转来看到迄个人为事故，伫花莲火车的事故，这个中间这个造成人为伤害，这个伊受了后，表示伊的艰苦甲忏悔。但是呢，有人却摕出相片，当事故发生的时阵，伊徛伫一边的山坡顶悬，好若亲像甲伊无关系，伊也无敲电话，也无去协助，也无伫个火车弄入去伫即个铁轨路的时阵，赶紧去想办法通报阻止即个火车来进行，所以才会致到遮尔严重的灾难。如果咱真正真心伫意，咱就付出行动，不但会当降低迄种最大的损害，也会通去救人。基督徒各我的见证，咱前几工咧讲，其实就是安尼啦吼，是行动派，敢毋是呢？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1年的4月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8篇第1节到第2节。
14节到24节，雅各书第3章1到1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真心在意。我们说真心在意，或者可以说真心实意了哈。我们要来看看在4月2号在台湾花莲发生了这个太鲁阁号火车的事故。我们最后再来论人为疏失的部分了哈。就在事后，我们看到有许多的人、许多的政治人物，乃至于各国的政府都纷纷表达了这个慰问之意。基于所谓的国际礼节，我们当然不能怀疑他们的动机跟他们的诚意哈。但是其中有一个国家，却是口里说这个致意的话，但是却派军队绕台湾南部甚至到东部来施行武力的恫吓。这是真心或是假意，其实已经不需要争辩了。另外，国内有许多的政客，所谓的名嘴，趁着全民都在抢救灾难的时候，却大放厥词，打击发国难财，要求这个政府官员下台负责。其实，在这个所谓的以救难为首要的这个时刻，这样的言论似乎有意图扰乱救灾团队的步调。此时此刻，也有很多的人默默的捐钱来支持赈灾。其中最令牧师觉得感动的是一位几年前高雄气爆的受难者。他当时候因为严重的灼伤，也必须要截肢。他为了此次的灾难也捐款了。他表示，过去在高雄气爆的时候，市政府也被抹黑，自己也亲身经历了救灾人员、政府官员，甚至医疗人员的努力。他为了表达对政府单位救灾人员的肯定，对受灾的人以及家属的同理，他决定付出行动来支持。我们看最近我们谈论到的耶稣基督受难复活的事情。当耶稣基督受难受定的时候，包括使徒们，包括跟随者，通通跑到不见人影。在礼拜天我们的信息分享里面也谈到了那2位往以马忤斯的门徒，他们其实就是一个例证。因为他们害怕，所以他们预备要离开耶路撒冷，去到乡下的地方去。即便是使徒们，他们也是非常非常的害怕。根据约翰福音第21章的记载所述，他们将门怎样锁起来，深锁因为他们生怕犹太人来找他们麻烦。这样的情形也如同彼得，他在鸡叫之前，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，而如同耶稣基督的预言一样，他否认了耶稣3次之多。此时的他们基本上都不是真心的在意耶稣基督到底怎么了。那躺在坟墓当中的耶稣基督到底怎么了？他们已经不是那么在意了，因为他们要保全他们的生命。他们在惊慌失措的当中，根本就忘记了耶稣基督的预言。此时他们无法真心的在意埋葬在坟墓当中的耶稣到底会怎么样。保命似乎比任何的事情来得重要，在这个时候。但是呢，却有另外一群妇女，
他们仍然惦记着被草草埋葬的耶稣。因此天伏亮的时候，他们就急着跑到坟墓去。他们途中还在想说，这么大的一个石头挡在门口，是谁来帮我们把它推开呢？虽然他们这一群妇女一样，跟所有的人一样，都不明白耶稣基督之前所说的受难的预言，但是他们却因为惦记着耶稣的生死，着急的在可以外出的时候就快快的前往坟墓，这是他们真心实意的表现。除了受难日当天他们真正的回家预备了要膏抹耶稣的东西之外，他们的心里真心的惦记着要帮助耶稣好好的埋葬。这样的在意，这样的真心，其实不需言语，他们直接的用行动来表达了。如同那2位前往以马忤斯的路上的这个门徒，当开始的时候他们不知道，他们遇见了耶稣显现，后来他们明白了，刚刚就是耶稣是他们的老师以后，经文告诉我们，他们就怎么样？他们就是立刻行动。虽然他们仍然害怕，可是他们真心的在意他们的老师已经复活了，因此他们就付出行动，然后就回到耶路撒冷。怎么样的人是真心的在意呢？圣经另外也告诉我们，昼夜思想上帝话语的人，这样的人是真心在意上帝。如同那3位清晨前往坟墓的妇女们，相信在这几天当中，他们一定一直在思想着坟墓当中被草草埋葬的耶稣。有一个广告词这样说：心动不如行动，真心就要付出行动。牧师最不喜欢听人家说，哎呀，没问题啊，通通包在我身上啊。可是当事情一到的时候，他们完全没有行动力。我们真的不但要昼夜三思上帝的话语，我们更要及时付出行动。我们这几天有谈到，在花莲的火车事故当中，有许多人真的付出行动。那我回到最开始讲的这个肇事的人，他在被捕之后，他表示他的难过与忏悔，但是呢，他却被爆料的有相片看到他在山坡上冷眼旁观，在大家急着救难的当中，他也没有打电话，也没有去协助，也没有在货车冲入这个铁轨的时候想尽办法去通报阻止火车的前进，因此导致灾情这么的严重。我们倘若真心在意的话，又付出行动，我们不但能使得这个所谓的灾害损害降到最低，我们还可以救人。我们这几天都在讲基督徒的复活见证是什么？其实就是要付出行动，是一个行动派的，不是吗？